话可以考虑外来一个盖站，凤林奥站，鳳點開站，豐田 next stop, Fongling Station. Kapulan Abu Salmi 凤林站。
对，还有5分钟。爷爷来了。对啊，他在看。哦。这司机他开的程度也是开的蛮快的，一般都会提早往年的加班都会提早到。我们要拍，他们也要拍照。不过今天这还蛮快的。对啊，这个。好。